杭盛营区以前通信兵，通信兵的营区，后来迁到冈山了。你看弹药库遗址，还有这种榕树这么多。民国38年就开始种榕树了，为了防空需要，用榕树来隐藏掩护那个通信兵的车辆。你看树跟树之间停一辆通信兵的车。你看，现在109年了呢，扣掉38、71了呢。历史悠久了。他设计这个栈道，设计这个栈道，下雨天也不用怕那个积水不能过去。你看这个通水区啊，怕树叶遮住，就用一些石头。你看通水区怕树叶遮住，就用一些石头。树跟树之间停放一辆。树跟树之间停放一辆通信兵的车，那个大卡车了，军车了。树跟树之间停放军车了。你看可以停放很多停放很多辆的车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十几辆，北边也有。你看，树可以长得这么大，树可以长得这么大，有防空的需要，所以树跟树之间放那个通信兵的车。你看这里有个台子可以表演，这里有个台子可以表演。足够多的人的话，还可以有表演的舞台。不要有那个蛇啊。2个了，已经有2个表演的舞台了。这是第2个表演的舞台了。还有表演的台子啊，还有表演的台子，已经有2个表演的台子了。不要有那个蛇啊，不然这个很凉快，很凉快。大榕树下不是1棵而已，好多棵榕树下。把早上那个芬多精很多了。这样排过来就可以放很多辆的车了，大卡车，军用大卡车。然后引导。引导到这边来。这一个水池水池，台风季节可以存水，这叫滞洪池，干式的滞洪池。这边应该也是可以存水，这是土比较高，还是草长这么高到这边而已了。就这样了。你看人家都在散步，你看。